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是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哪儿像国外我们搞了改革开放的？所以他用的人，这个卢比奥是一个，我称他为制度颠覆派，他想颠覆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说像特朗普说的，我要跟中国好好合作，我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我要以美国为中心，我不要去到全世界多干预。他用了这种人，就跟上一次用了庞皮奥一样。所以特朗普的问题在于谋不足，所以说我的预测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肯定会有这次上任有一个比较痛苦的磨合期，跟中方会有比较大的冲突。他用的人其实没有真正体现他自己的精神。特朗普的精神是说，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美国应该跟中国就搞税收，搞关税，其他地方你至于搞什么制度，至于你台湾问题，至于你南海，跟我美国没关系，我就要把美国事办好。这是特朗普的初衷，但是他用的人可不一定跟他是能体现这个，所以我觉得会有要做好思想准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突期、磨合期，对吧？就这个是特朗普的，就我们的外部挑战，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谓的以前我们想找的全球100%市场的，我们都可以去卖东西，变了，顶多65%。我算吧，35%的美国、墨西哥啊、加拿大，别去碰。全球化从100%变成了65%，对吧？那个市场不归我们了，那个市场你别去碰，你看去了肯定关门打狗，肯定会整你的，是吧？特朗普这些人，他用的人这次是很凶的，好吧？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基本态势。国内必须解决内需问题，必须解决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房地产问题才能够逐步见底。是吧？那么国际上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特朗普的2次上台，他是一个尽管他的自己的初衷是好的，他把国内事情他不想干预国际。明年就今年开始到该怎么调整？刚刚我讲的形势，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但是问题很突出，对吧？国际形势也很严峻。那么我们明年该怎么调整？会怎么调整？第一，我认为明年将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调整年。非常艰苦的调整年我相信现在大家为时讲得过早，因为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差1个月，至少1个月。一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12月17、18、19，大概或者20开，正好1个月。所以我讲这个话，我完全是个人的预测，我估计中央还会把5%左右定为明年的发展的目标，5%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我觉得我们的领导比我们有智慧，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中国经济过去12年包括3年疫情的加平均算，平均搁在冷在一块算，我们是增长速度12年持续下降的，过去12年持续下降，那再下降，我们就有一个风险了，就是我们到2035年的我们的发展目标，2035对2020要收入翻一番， GDP 翻一番，个人收入翻一番，那个目标要达到的话就有一定风险了。我们需要啥？需要4.6%的增长速度，从现在开始4.6%，你现在就今年可能5%，这个应该差不多。如果你现在再达不到5%的话，那么再往下，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增速越慢，你更困难了。所以我估计5%左右还是应该，反正至少我会提这个建议，我个人会提这个建议，是吧？我认为最后的结果是5%左右。那么围绕5%该怎么办？不容易，还会调整。地方债的问题还得要发，我继续呼吁，还得发国债，大大方方的就发国债。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国债不是像你我想的债，国债是金融资产，发出来国债是为我们金融市场服务的，是市场交易需要的，并不是国债，并不是缺点，并不是耻辱，并不是没钱了国家必须要发这个债，这老百姓的普通的认知，这是错误的。
我搞经济学，我觉得我跟我们这些人和普通老百姓的可能唯一的我们认知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或者说我坦率的讲，我的优势，我唯一的小优势就是这一点，其他我讲啥事儿你们都明白，就这一点，就是国债不是债，国债是一种服务，国债是国家为金融市场提供的服务，我们缺这个。所以我想明年这个认知我还要去呼吁，明年还得要继续加码。地方债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他们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起来。明年还会在消费上发力，最终消费，我指的是，对吧？现在一提内需就说，哎呀，我们搞投资啦，我们搞建设呀，不，建设总体上我们是建得不错了，现在缺的是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大家知道吧？如果按照这个实物算的话，我们最终消费只有 GDP 38%，几乎全世界最低的。我们100块钱的产品，最终老百姓消费就 38%， 太低了。那怎么提高最终消费呢？得拿出一点真金白银。这个事儿我又呼吁了很多年，我再次说，我这个可能没有让我们决策层最终完全接受。就是我的呼吁是说，你给老百姓一点消费的补贴，不要给现金，给补贴。就比如说11、5一、11春节啊，一放假，那我政府说了，你凭身份证，你每花1000块钱，我政府补你25%，我给你的250块钱。当然每个人有个上限，对吧？那么老百姓就敢消费了，对不对呀？那为啥？因为这个时间给你补贴了呀，厂家也会跟进的，对吧？这么一做，你消费就会起来。消费一起来，流通就起来。咱们搞流通，企业你们也会感受，企业流通一起来，生产一起来，我们的增值税不就上去了吗？而且这个消费是有乘数效应的，我算过1比4，至少1比4啊，以旧换新继续搞，以旧换新是1比8倍的乘数效应，就是中央政府掏1块钱，以旧换新呢，这个据说还会延续，我也支持它继续延续。以旧换新是1比8，1块钱的中央财政带来8块钱的销售。刚刚我说那个40%的25%的那个消费补贴是1比4，上海做过实验，不管1比8还是1比4，都是一条，你整个流转上去了，你的增值税是不是也上去了？里外里你中央财政不用掏很多钱呐，甚至于你还赚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以旧换新呐，表面上看拿了这个几千个亿，但你们搞企业，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中央财政实际上是税收上升的呀。那格力电器，那美的，他们卖了增加了销售的，他不得交税吗？他交的那个税是以旧换新的那个比他以旧换新还多呢。所以里外里这个中央财政不是是对吧？老百姓又高兴，企业又高兴，中央财政也没掏钱，这三得利的事为啥不干呢？必须干呢。所以我继续呼吁必须呼吁我们要用黄金周啊，5一、11春节要推出这种计划。用总书记的话，这要增加百姓对政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人民为中心吗？人民为中心呢，为什么不干这个事儿呢？对吧？所以这些艰苦的调整，所以还要做。房地产明年怎么样？房地产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房地产它不是跟这些这个刚刚说的地方债的情况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房地产是千千万万的家庭的共同决策，对吧？那个地方债那个相对而言是政府内部的调整，所以房地产呢调整的可能稍微比那个地方债会慢一点。地方债的问题主要就是认识问题，我认为刚刚我讲了半天就认识问题，对吧？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就可以，只要认识统一了就可以搞定。但是房地产是慢一点，我估计可能还得要等到明年的下半年才会见底，销售量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啊？保交房，下半年年底基本上应该能搞定了。
这个事儿完成了，对吧？那么这个开发商的平台这个违约下半年不会发生了，应该能搞定了。那么交易量下半年应该能见底的，明年下半年能见底了啊。那么房价基本上咱们这个房价不好说，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至少一线城市应该能够稳住了。所以我给他的时间表是明年下半年或者年底，这是房地产。所以明年我想是一个前低后高的一个发展态势，就是前面他指望现在已经出的这各种各样的政策可能还不够，所以他还得加码，政策层面还得加码。那么加码之后，到了下半年可能才开始发力。对吧？这明年是这个。那么作为一个推论，明年呀，我们的资本市场可能至少上半年也是一个比较艰苦的波动，到明年的年中间或者下半年才开始比较明朗。哦，大家看到哦，经济真是起来了，经济真是不错了，那咱们就可以继续的再往里资金投入了。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基本事实，请大家一定牢记哈。中国的资本市场大概是 GDP 的 70% 左右，市值，明白吧？那么我们存在银行里的各种各样的存款，包括理财，那是 GDP 的2.3倍，230%，明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现金的量，我们可以随时往股票里投的量，是股市的3倍。大概我这个输出的很粗糙不一定那么精准，但是定性的讲没错。所以大家不是说没有流动性，不是说投股票现在没缺钱，而是还是信心的问题，信心不足，信心一足，咵就上去了。那5个交易日，9月24号5个交易日，对吧？到达这星期一干到了 25%，5个交易日 25%， 明白吧？这个不是说缺钱，就是缺信心。只要你给点信心，给点暗示，这个股市就歘起来了。但是暗示完了以后，它后面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实际跟上事儿，它就下去了，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想股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